今日講下我哋同爸爸嘅關係其實係代表乜嘢？嗱，原來咧家庭系統排列入面咧，爸爸係代表金錢嘅喎。簡單嚟講有兩個角度嘅。第一就係角色嘅象徵。傳統上面爸爸多數係屋企嘅經濟支柱，負責揾錢養家嘅。呢個供應資源嘅角色喺家庭系統排列入邊咧，就會成為金錢能量嘅源頭啦。好似河流咁啊，要有源頭先會流暢噶嘛。屋企財富順唔順，好多時都係睇同尊重爸爸嘅位置有關嘅喎。第二啦，就係系統排列嘅法則。家庭系統排列講求平衡嘅，爸爸代表屋企入面嘅男性力量，即係創造力、行動力嚟揾錢積累財富噶嘛。正正就係需要呢啲能量去支持你噶。如果你心入面係排斥爸爸，例如覺得爸爸冇用嘅，潛意識可能都係拒絕緊揾錢嘅能力喎。重點嚟啦，家庭系統排列通過爸爸嘅位置咧，去揭露屋企入面金錢係咪流動嘅，愛係咪流動呢啲潛規則。如果你同爸爸關係堵塞嘅話咧，金錢能量都會容易卡住噶。相反啦，接納爸爸呢個角色，隨時激活你內在嘅揾錢動力噶。試下諗下，你對爸爸嘅態度同埋內在嘅諗法，有冇偷偷地影響緊你個錢包呢？留言話我知，下一集見。